蚂蚁穿过地图的裂缝，爬进相同位置的背面。这看似平常的现象，却让兰达博士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：地球的内部很有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，又被称之为地心世界，甚至地心世界要远比地上还要广阔。之所以那些泰坦巨兽会神出鬼没，是因为他们平时就生活在地下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消息告知了惠子，但他丝毫没注意到惠子目光躲闪，根本就没在听他说的是什么，一个劲地想支开他。这时小男孩被吵醒走了出来，张嘴就叫惠子妈妈。这么多年，没人知道他还有个这么大的人。御姐的人设彻底崩塌，兰达明显表现出了失落。1955年，帝王组织唯一的3人前往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哈萨克斯坦，原因是这个区域的核辐射严重超标。Get the gear。由于是丛林，只能徒步前行，越接近中心辐射的指数就越高，强大的心理压力足以让他们窒息。可当他们真正赶到废弃工厂时，这里的辐射又诡异的降为0了。难道中心的辐射都被大 boss 给消化了吗？为了更快的找出答案，肖尔想出一个作死的馊主意，那就是在厂区安放大量炸药，引爆后通过声波探查地形。 Fire in the hole。哪里有空枪，哪里就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你还别说，探测仪上果然有了重大发现，但由于空枪面积太大，爆炸与空枪内部产生共鸣，将震动放大，导致地面和房屋开始崩裂坍塌。幸好只是短暂的，所以他们才没有领盒饭。不过正因为如此，让他们看到了头皮发麻的一幕，怪不得辐射为0。原来这里被泰坦巨兽当成了孵化室，大量胚胎至少有几百枚。出于科研探索，惠子要下去取样，却遭到肖尔的极力反对。孵化室在这里，母虫必定就在附近，可惠子执意要去。没办法，身为军人的肖尔愿意陪他下去。下去后，惠子才看清幼虫的样子，但肖尔却不小心踩踏了地面，下面似乎通往地下核心。眼下他们没工夫多想，必须立刻返回。就在这时，虫卵出现异动，无数虫子像接受到了某种信号，在同一时间破茧而出，向他们袭来。而他俩只能拼命地向上爬，可还是有一只虫子抓住了惠子的小腿，幸好兰达在上面拉住了绳子。肖尔也掏枪射击，但虫子有非常好的团队精神，他们用叠罗汉的方式吸附在惠子身上，逐渐兰达无法支撑，双手开始打滑，最终肖尔也没能救下惠子。因为自责肖尔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，兰达先是将大志送回了日本，然后用尽毕生时间都在研究泰坦巨兽和地心世界。最终他在1973年进入骷髅岛不幸丧命。不过在他死前，将记载帝王计划的所有资料丢入了大海。一晃时间来到2013年，日本的渔船在打捞时将公文包捞起。同年哥斯拉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与穆托在旧金山展开了大战。大战刚结束，城市一片废墟。父亲与凯特简单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，之后便了无音讯。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态度，凯特竟独自一人来到日本寻找父亲。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大不如前，他们害怕哥斯拉怀旧，回家乡探亲。城市到处都挖好了防空洞，布置了飞弹。更让凯特想不到的是，他刚打开家门就看到父亲去世的遗像。原来父亲在日本还有个妻子和儿子，并且这男孩还和自己差不多大。